1966年，英格蘭終於攞到冠軍。世界盃到咗第8屆賽事，先終於返到現代足球發源地英格蘭舉辦。結果英格蘭亦都佔盡地主國嘅便宜，攞到佢哋第一次，亦都係到而家為止唯一一座冠軍獎盃。英格蘭喺呢屆分組賽踢得相當順利，雖然第一場只能夠打和烏拉圭，不過之後連續擊敗墨西哥同埋法國，成為小組首名出線。到咗8強，亦都以1-0擊敗阿根廷晉級4強。於是呢一屆分組賽嘅焦點就落喺兩支第一次參加世界盃決賽周嘅球隊身上。嚟自神秘國度嘅北韓，第一場比賽就食咗蘇聯3隻蛋。由於當時嘅亞洲足球喺世界上完全唔成氣候，所以大家都認定北韓只係嚟觀光嘅啫。不過北韓喺第2場比賽竟然打和咗上屆季軍球隊智利，然後喺第3場分組賽由本身只係牙醫嘅朴斗奕入波，以1-0將兩屆冠軍意大利淘汰出局。北韓竟然打入8強，令成個世界感到震驚。北韓喺8強嘅對手就係同樣都係第一次踢入決賽周嘅葡萄牙。葡萄牙喺擁有黑豹稱號嘅尤西比奧大發神威之下，喺分組賽擊敗匈牙利同保加利亞，然後亦都擊敗力爭3連霸嘅巴西而晉級。相反，巴西嘅王牌加連查就喺呢屆比賽未能發揮水準，比利亦都因為受殺傷戰術攻擊被抬離球場，只能勉強踢咗第1場同埋第3場比賽。結果巴西竟然喺分組賽就出局。北韓同埋葡萄牙嘅相遇，造就咗世界盃歷史上其中一場最經典嘅比賽。北韓延續擊敗意大利嘅奇蹟，喺22分鐘已經入咗3球。不過北韓隊員始終都係冇見過太多世面嘅後生仔，都係太急進，所以之後無法抵擋尤西比奧嘅火力全開，被黑豹連續攻入4球，最終以3-5落敗。就咁樣結束咗呢支神秘東方球隊嘅奇妙之旅。葡萄牙喺4強遇上地主國英格蘭，不過呢次就輪到地主國嘅卜比查爾頓發威啦。呢名曼聯名宿梅開二度，令到葡萄牙就算有尤西比奧追翻1球，亦都要輸波出局。好彩葡萄牙贏咗蘇聯奪得季軍，尤西比奧亦都以9個入球成為呢屆比賽嘅金靴獎得主。英格蘭喺決賽嘅對手係西德。西德喺呢屆賽事捲土重來，喺淘汰賽擊敗烏拉圭同蘇聯晉級決賽，而且喺12分鐘就由哈拿先入波領先。英格蘭喺6分鐘之後由靴斯追和，馬田彼得斯喺下半場入波為英格蘭反超前。正當英格蘭準備攞冠軍嘅時候，就喺下半場結束前一刻失手，令世界盃決賽第一次要踢到加時階段。到咗加時嘅時候，靴斯射咗1球打中門楣，個波中楣之後反彈落地彈出，瑞士籍球證宣判入波有效，令英格蘭再次領先。西德隊之後傾力反擊都未能追和，反而被靴斯喺結束前嘅一次反擊再入1球，結果英格蘭以4-2擊敗西德，第一次成為世界冠軍。靴斯亦都成為第一個喺世界盃決賽大演帽子戲法嘅球員。不過佢喺加時入嘅第2球，就算後來重播電視片段睇返，都無法完全肯定個波係唔係越過球門線，令英格蘭呢一次嘅冠軍蒙上咗一層嘅陰影。